比方讲其中也非常本大家欣赏的凡内娜故事内列、番仔林故事系列，也伫度写嘅山芋咸菜婆夏麦北等等了的故事，也伫度嘅人物啦，事实上都有出现在后来嘅长篇小说《寒鸦山不朽》地位。同样嘅名主题凡内娜故事就会写伊落实伫童年时节所带嘅凡内娜也在所在地方嘅人物，留记到嘅神法。在呢一片，我看到讲一群平民百姓用版型在一个山壁拉角，偏偏係一個非常贫困嘅地方，度過了一個無相同嘅歷史嘅時期，像一個偏偏係太平洋戰爭時間一種非常艱難嘅生活。在呢度故事底邊呢，也有非常多係有關五星嘅形象嘅描寫。台灣有提到寒鴉山不朽地位嘅定位一種童養媳，你講對一個莊頭人非常重要嘅一個鹹菜婆，所以在凡內娜故事底位我看到嘅，有人講凡內娜故事內裡佢寫出嚟嘅一個土地嘅香味，土地的香氣，係了解台灣歷史、了解客家莊非常重要也非常好入門嘅一段篇小說。另外講落大家介紹嘅短篇小說，也係回到台灣歷史嘅人物來做主角，來做原型嘅太姥山記。因啲凡內娜係一個古典嘅地方，不過呢，一個太姥山記係裡頭嘅想象中，佢下了一座會行路嘅山，會讓你找不到的山。你想要找太姥山，你找不到，只有在太姥山願意接納你的時候，你才能夠進入這個山的懷抱。用係乜嘅意思呢？佢也係表現出裡頭落實一個土地觀，就是你要願意去接納，願意去認同，你才會被土地所包容。第二故事《太姥山記》，佢係用呂赫若一個小說人物來做原型，而在逃亡嘅期間，想要請到太姥山來做自家嘅庇護。在兩個小說嘅居民被捕的人跟追捕的人，兇死命喪在太姥山裡面，撒下的那個相思樹的種子，裡頭寫講在來年等等一個春天來嘅時節，雨水落下來嘅時節，那個生命就會重臨人間，就是一個人的生命與土地結合之後的一個循環，一種反抗精神，認同土地嘅精神，一種傳承，也係非常通人嘅，也非常感動人的一篇小說《太姥山記》。